考慮到經濟同民意等因素，相信政府短期內會繼續暫緩垃圾徵費。不過廚餘減量同回收步伐絕對唔可以放慢，因為廚餘喺都市固體廢物中佔超過30%，處理得好可以達到顯著嘅減廢成果。目前政府智能廚餘回收桶已經覆蓋218個公共屋邨。我哋認為針對私營同公營房屋嘅廚餘回收可以有2大發展方向。首先，私人屋苑雖然已經有推行智能廚餘回收桶試驗計劃，但覆蓋率仍然比較低。針對未安裝智能廚餘回收桶嘅地方，我哋認為政府可以鼓勵屋苑、商場等地方引進更加多就地處理嘅設備。廚餘異味其實係唔少人擔心嘅問題之一。但其實依家坊間一啲比較成熟嘅技術，已經可以透過密閉設計、除臭機器輔助等，有效減低異味。同時可以喺幾個鐘內轉化廚餘到剩低1至2成嘅殘留物，以便後續處理。更加重要嘅係，就地處理可以有效減少運輸過程中嘅碳足跡，同時節省回收大量嘅人力同運輸成本。而針對 O·PARK 1、2、大埔同沙田污水處理廠呢幾個每日一共可以處理600公噸廚餘嘅中央設施，我哋認為重中之重係提升廚餘回收率，充分利用政府已經投資同設置嘅設施。針對唔少市民反映智能廚餘回收桶會因為滿桶而停止運作嘅問題，政府應該加強監管或者提醒物業管理提供者，要喺標書中明確列出負責人手編制同埋預算安排，並且訂明滿桶後需要喺指定時間內更換，確保系統順暢運作。